再来看台湾这两天天气是真烧热，也毋过气象署所发布高雾特报，马祖、金门甲澎湖局部地区就会大雾来影响视线。亲像金门机场2月19日因为视线无好，所以取消20外个航班，有数百个旅客是一直到今仔日早起才陆续爬上飞行机。早几日车行李准备登去马祖南竿准备庙寺活动的工作人员，到松山机场所通知航班因为天气取消。马祖南北港机场拢关起来，只好等待。这次回去过元宵，我们庙里面主办。如果真的没飞的话，就是要去坐船，还要再等啊，晕船，坐船会晕船啊，压力很大。金门航空站19也因为雾取消航班，有数百人在机场大厅咧等。高算全港影响2000外旅客。20早起天气转好，陆续取消滞留旅客。气象署提醒，20到21全港天气正烧热，金门、马祖甲澎湖全港也是有雾甲低温发生的几率。西半部地区一暝甲透早也开始起雾，一直到这个礼拜4方面到会，天气才开始改变。星期4开始锋面通过之后，东北季风南下，东北季风南下可能会影响个2-3天，而直到下星期1又有一股可能再强一点的冷空气。拜六元宵节这一天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甲南苏力岛有长影发生的几率，去海边活动都要注意。到下礼拜日开始，过一波冷空气去到位，强度可能有到大陆冷气团顶级。这方面也有短暂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